全地着耶和华主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会众请起立，来用圣诗174首，我羡慕真理的神。是来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咱做伙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前来受苦，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升天，打做全能的地上帝大庭，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做赦免，肉体报大，永远的活命。阿免。会众请坐。这是咱要读启应文第2篇。启应文第2篇，我来启，会众来应。无探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做亵渎者的位，即款人真有福气。伊爱慕上主的律法，日日困读伊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照时变果子。叶嘛袂焦去。伊所做的一切拢成功。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数。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咧看顾。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阮感谢乌罗你，你的伟大悬过天，你的奇妙深过海。你创造宇宙万物，赐阮生命，这一切拢要归着你的名，拢要彰显你的荣耀。感谢你，赐阮这宝贵的救恩，
将你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何其若信伊的人袂沉沦，袂得到永活。伊听世间到安尼，求特别帮助阮，会当带领搁较侪人来信靠主耶稣，靠着伊保护所立的约，得到永活，做你的囝儿。领受你永远的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要请控礼团契来学乐。
要读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13章1节到23节。马太福音13章1节到23节，咱做伙来读。当迄日，耶稣对厝内出去，坐伫海边，有侪地灵的人注视就近伊，去甲伊成船来坐。伊伫人用听的岸内，就用细细做比如甲伊讲：你看，有野种的出去掠食，掠时有个他人伫路边，或者狗一起掠伊，有个他人伫石下地，好出现的对，因为无有心就爱伊，若是伫厝甲伊，因为伊就会孤单，也有困难，也无志意。记者发起，也伊有个踏入唔好的土地，即使有个100倍，有个60倍，有个30倍，有耳孔的就听，学生就对伊讲：你有能讲是怎样？伊应讲：天父的奥妙，互恁知，也无互因，因为若有个要互恁，就有孙，无个因所有的也得像伊。所以我用比如甲因讲，因为伊看也无，伊听也无晓悟。以赛亚所看有的，是应着伊讲，恁若是法官无晓悟，恁看是要看；若是法官看无见，因为这个百姓成顿，耳孔严，恁的目睭就放偏，听了因用无法看见，用耳孔听，用心眺望，再来转转，我就医好伊。若是恁的目睭有好去，因为因看见；恁的耳孔有好去，因为因听见。因为我实在甲恁讲，今有侪人爱看恁所看见的，也无看；爱听恁所听见的，也无听。但这个掠取者的比喻，恁着听。你若听天父的道理，也袂晓悟的，这个歹的自觉，将所掠伊的心清去，这是掠伊路边的，掠伫石溪的地，这是人命无如意，前天欢喜毋是，总是来地无风，不过是暂时哪行，哪会着你有着万难，你着这是神的道理，也世界的道理，时代的力量，这是也有我的地，这是人听着你了悟，伊是在这世所出的有100岁，有的60岁，有的30岁。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在地若伫天，在地若伫天。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教会久啊，真侪信仰的事，咱有可能拢真实，但常常嘛无机会好好想象一下。所以伫遮想要询问大家，当咱想着讲着天国、上帝国的时，咱会想着啥？伫咱的头壳中的画面，佫是啥呢？
你感觉你现在生活方式甲家己所认知的天国有相共吗？你感觉你头壳所想象的天国，甲信仰所相信的上帝在掌管的天国，嘛是类似的画面吗？有可能，敢有可能，即个天国，只不过是根据咱家己的我们所喜好的所刻画出来的天国呢？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是耶稣讲关系天国比如的第一个，期待阮会通借着经文，互咱更较明白天国的模样。咱先三个额头来祈祷。阮伫天的爸，你是全地的主宰，你创造人，互咱会通伫即个土地活出上帝国的样。但是阮嘛常常毋知影你的旨意，无活出你所介意的模样。求你的信心，即时引带阮，互阮会通对你的话语明白天国的道理，互阮若是听，互阮会通明白，嘛互阮会通去实践。阮安尼祈祷是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活伫台湾即块土地，咱虽然有可能咱有无共的对国家的认同，对即个土地的认同，但是咱至少袂讲咱是无国家的人，但是对第一。自因犹大国灭亡以后，因着亲像旧约所讲的，诚做互掠着外邦的人。毋过旧约的预言，毋那是讲着因会互掠，旧约嘛讲着上帝会对伊的子民中兴起一位弥赛亚，就是因为有即个应允，即个诚做因的期待。因伫历史中不断地盼望，伫听候弥赛亚来兴起，来重新建立大北的国。伫这段历史中，犹太人伊互亚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等国家统治，中间伊捌建立一个差不多一世纪左右的国，但这个国真紧就互罗马帝国灭亡啊！所以因搁较继续在等上帝预言中迄位弥赛亚来重新建立犹太国，就是因安尼的想法，嘛诚做耶稣时代犹太人所盼望的。所以当咱在看新约圣经的时，咱其实是会通想象，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当伊在传讲上帝国的时，大家迄当时听到的人对耶稣的期待，常常是认为耶稣就是迄位要来建立犹太国的王。但是，若是对上帝国的描写，咱若是看马太福音，咱会发现马太真紧就描写出犹太人甲上帝所启示要建立的上帝国是无共的。所以马太特别用天国这个词来讲出天国甲地上国度的无共。安尼的差别会通伫第3章
讲到施洗约翰遐会通看到，但施洗约翰讲天国近了，伊认为天国近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认为马太福音3章10到12节这样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咱对这会当看到约翰所描写的画面是一个审判的画面，特别是对迄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外邦人是地狱的柴，是要互火就烧去的。所以，伊其实对耶稣来到地上的期待，其实是相信当耶稣建立迄个新的帝国的时，伊会除去一切的外邦人，重新建立犹太国。就是因为安尼的背景，当咱要看今仔日的经文，会通先来看伊。当迄当时耶稣要来讲天国比喻的背景，即个是开始伫11章20到30，遐讲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为什么约翰爱安尼问？因为对伊来讲，天国要近啊，意思应该就是亲像伊拄所想的，应该是有大审判，要互外邦的国灭亡，重建犹太国。但是，当咱咧看福音书，咱会当看到耶稣所做的，常常毋是亲像伊所想象的，毋是安尼。所以，伊自然会提出即个疑问：你敢就是咱所听候的弥赛亚吗？对安尼角度，咱会通想象，毋那是约翰安尼想。迄当时搁较侪的人，当因想要来对耶稣的时，伊常常嘛是有安尼期待。所以，当咱咧看伊的门徒，甲耶稣要求，伊常常嘛会求，当耶稣有一天建立国的时，会通互因做伫上帝做伫耶稣的正边的倒手边。这拢是表明因所思考的，其实是耶稣要来地球建立一个地球的国。但是当耶稣在讲天国就要到啊，伊所做一切，其实甲安尼想象是完全无共的。第4章，当耶稣讲到天国要近啊，伊所做的事是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面对约翰伊的学生来提疑问，耶稣回答伊的方式嘛真趣味。伊爱这2个门徒去将因所看见的、所听到的，甲约翰讲。11章50安尼讲，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看起来，约翰所问的，甲耶稣所回答的，其实是无共的。耶稣好像看起来是没有在回答约翰的问题。但是耶稣要讲啥咧？咱而家会通想象一下，若是上帝国的画面，甲约翰所想的无共，是耶稣该改变伊的做法，还是约翰该改变伊的想法？我相信伫遮的人，咱拢会认为是，当然嘛是约翰爱改变想法，对吧？但是安尼讲，敢约翰所传讲的是错误的吗？其实嘛毋是。约翰要讲的，其实是上帝国，伫后来真正要来是迄时，
就是耶稣第二届国要来迄时，上帝国审判的确就要来临。但是耶稣头一届来到地上，伊毋是要来施行审判，伊是要来表明上帝怜悯的即个特质。伊来是要显现上帝国若是临到即个土地、即个地上，会有啥物的模样。但是，若是讲耶稣来到地上，是要互人看见真实的天国，为什么伊爱用比喻呢？为什么伊无爱直接讲互清楚？即个毋若是文道的问题，我相信嘛是咱的问题。耶稣甲因回答，我用比喻甲因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亲像刚刚在约翰的问题，当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觉得耶稣的回答好像没有在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安尼回答，好亲像真正我伫了解，我伫明白。只不过耶稣所要挑战的，真有可能就是人家己当作咱已经明白啦。这句话其实有3个动词：看无、听无，甲有无明白。真侪时阵，咱毋是无在看、无在听，咱拢是当作圣经伫遮爱讲的是无在看、无在听，认为这是遐个人的问题。但是，敢有可能其实？搁较侪状况，其实是咱有在看、有在听，但是咱却无看到、无听到，搁较袂通明白。安尼讲真，我哋了解，咱会通用教育囡仔来比如，有可能会较简单。真侪是当大人在教育囡仔的时，毋是常常在讲，我的话，你敢有在听？若是乖的囡仔，只是有可能会回应，有听到，有在听。但是所有的家长、老师拢知，有在听，其实无一定就是因有听到。应该要问的是，因敢有听入去，敢有真正明白？所以，当咱在看耶稣讲这个譬喻的时，耶稣的吩咐是。有耳孔的人就听，耶稣会安尼吩咐。上重要就是因为大家真有可能有听到这个比喻，但是无听到、无看到、无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当咱继续看后面的经文，会发现耶稣虽然来到地上，伊嘛将天国的模样。互人会通看到，但是因常常无看，却无看见，嘛无听见，当然自然嘛无完全无明白。33章53节、58节遐，当耶稣讲完这个譬喻，伊离开，转去家己故乡。因故乡的人明看到，也是听到耶稣所做的事，因却厌弃他。耶稣伫遮所以耶稣因为看到因无相信伊，所以经文这样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等耶稣回到伊的故乡，遮的人反倒转无接纳伊。对比耶稣伫12章50遐讲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安尼两个比喻对比起来，安尼毋是就好笑、就讽刺的吗？但是为什么会安尼？咱若是对罪的角度，咱有可能就无会我哋了解这个事为什么会安尼发生。罪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互人
毋知影家己伫做的中间，毋知影家己伫做的状况。当咱毋知影做，当咱毋知影咱伫做的状况之下，咱自然就无办法实践上天父的旨意。咱继续来想想，若是今仔日天国真正发生伫咱中间，若是天国已经伫咱中间，咱却发现咱无伫天国内底，咱敢会感觉真怨愤？我所信仰的，我信仰一世人，我所信仰的到底是啥？但是咱有可能搁较会先爱问的是，当咱伫看、伫听耶稣遮会比喻的时，咱敢有真正明白天国的道理吗？但是其实真正足好伫了解，因为咱常常已经足习惯咱咱身躯边的遮的文化，咱遮的思想，咱所遮的价值观影响，咱家己有可能真毋知影。咱对遮来想，亚正的即个比喻，咱有可能都真实。真侪时，咱拢使用伫传福音，将死的土地理解作为四款对福音无共款封印的人。但是，敢有可能这四款土地当时发现这四种土地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生？若是咱当作咱已经是基督徒，就是迄第四款的人，就是迄款伫好地的人。但是咱敢有真正有时刻拢互上帝国的道理，随时伫咱的生活中、伫生命中结实百倍吗？其实，搁较侪状况，咱都是四款土地在不停地在发生。咱有可能，咱毋知影咱其实所做的，毋是合伫上帝旨意，咱毋知影咱已经犯罪啊。但即当时天国的道理对咱一点帮助拢无，因为咱根本就毋知影咱伫罪恶、咱伫错误的中间。这是第一种。有时阵，当咱灵修，当咱听完道理，咱心内感觉足火热，决定爱转去爱做啥物改变，但有真有可能，离开教会，离开灵修，离开读经的时阵，转去咱平常时生活的时，咱搁用过去的方式继续在生活。这是第二种，就是压伫石头顶，滚足浅的，日头一拍就躯壳就打起啊。嘛有可能是当咱在面对咱人生的选择，咱心内其实知影咱应该爱怎样去做，但是咱嘛常常有可能去选择咱较习惯，或是咱较家己较介意的选择。即就亲像种迄个种压伫气配经济力的状况。亲像咱拄仔所讲的即三款，有时阵拢真有可能发生伫阮的中间。对丰收的角度，无人不想从丰收的角度，没有人不想要结实百倍，但更多情况下，我们却很可能是在这四种田地中载浮载沉。安尼要怎样？安尼要安怎？若是亲像拄仔所讲的，咱常常对天国的道理，拢是理解是错的。咱是要怎样去遵循天父的旨意呢？咱敢有真正有可能有机会离开目前的状况，看到无共真正是上帝国迄个天国的画面吗？马太福音对头到尾，伊讲到一个事实，是一个咱我们很熟悉，但可能又很陌生的答案。
耶稣道成肉体来到地上，就是要将家己人对罪恶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第1章21节到23节遐讲，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要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只有咱承认咱的状况，就是咱常常处伫罪的中间，而且咱处伫中间，咱却唔知影，咱才会当明白耶稣道成肉体以马内利的意义。面对罪的下罪，咱只有承认上帝甲咱同在，咱才会通明白，当咱在讲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咱有可能会通赢过罪恶的压制。伫马太福音后尾结尾嘛是安尼继续讲，耶稣安尼讲，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以马内利直到世界，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特别用以马内利的概念，贯穿整卷的福音书，就是要互咱看到，虽然阮处伫地上的国度，但是耶稣已经应允，伊会常常甲咱同在。透过福音书，透过使徒行传，咱会通发现，只是借着信心，会通来成做咱的帮助。但是安尼理解，对咱有啥物帮助呢？我在想，咱若是无搁再一届经历上帝的提醒，搁再经历上帝的拯救，咱常常有可能将的信仰的行为化做宗教的行为。咱有真有可能来教会，就亲像别人，就亲像外邦人去庙同款。咱真有可能伫遮做祈祷，但是就亲像外口的人在因的神，在求，会求因的好处。当咱无真正明白，无搁再一届，互上帝启示伊天国、伊上帝国的迄个画面是怎样的时，当咱拢用家己所认为、所思考的，在求的时，咱常常真有可能将咱的信仰的生活活成种宗教的行为。亲像当咱拄仔在讲的，耶稣道成肉体，是为着互人对罪中会当拯救出来。这个概念，咱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搁较侪的时阵，咱是活在罪中间，但是咱却无发现，我即马我就担咧罪，担伫罪中间，是无伫合伫上帝旨意的中间。伫我进神学院以后，我就不断互老师、互牧者对学校的。对学校对阮的学生来不断地提醒，伊在提醒啥？咧提醒祈祷。拄仔开始的时，我就感觉足奇怪，祈祷有啥物好提醒的？读经祈祷对基督徒毋是基本的基本的功夫吗？所以我嘛无特别认为爱做啥物改变，爱做啥物调整。你到顶学期，学校有一个课会邀请现在当咧牧会的牧师转来分享。其中有一个牧师，伊现在伫开拓一个教会。咱会通想象思考的是，一个教会要对无到有
一定会面对真侪挑战。所以对阮新学生来讲，阮自然就会足好奇，伊是怎样安怎做？我嘛是安尼。我到下课，搁继续掠着伊要问全部伊是要安怎做的问题。但是当阮当我们一番讨论最后，他就反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对于祷告的理解是什么？你认为祷告是什么呢？迄天转去，我不断在想牧师最后的提醒。我认为祈祷是啥物呢？迄当时我在想，真侪时我有可能将侪的大祷的事项带到上帝面前，我找伊的帮助，无论是课业、家庭、健康，这拢毋是问题。但是，应该先思考的是，我是毋是拢用我家己所习惯的思考，伫向上帝求，上帝啊，拜托你，互我啥物我爱的，是照我的旨意，毋是照上帝的旨意呢？迄当时我提醒，我因为牧师的即句话，互我想到，我提醒对我来讲，我的提醒是，我真有可能伫做困境中，但是我却无发现我家己已经是用足习惯的、足家己我所介意的方式，在向上帝恳求。当我在平常时在讲愿你的国降临的时，我敢真正明白这是啥物意思？我所求的，若是拢是我家己的意思，我敢真正有希望上帝愿你的国临到咧？我敢迄当时对我来讲，我就发现，敢讲我会祈祷，只不过嘛是一套宗教的行为。嘛是迄当时我才知影，若是我无真正去常常定心明白天国的模样、上帝的旨意，咱真有可能就诚做迄款有耳孔却无在听的人。对我来讲，至少伫这个事，至少互我学习一个代志。祈祷毋若是不断在讲，祈祷搁较重要，其实是听。真侪时阵，咱有可能若是不断在讲，咱的祈祷只不过10分钟、15分钟，就真有可能无啥物话通讲啊。但是咱却较少花足侪时间去听、去听候、去明白上帝到底伫即个祈祷中要回答啥物，要指示啥物，伊的旨意是啥物。即个就亲像有一个人来找你帮助，伊讲了真侪话，但是伊后来家己感觉，我已经找到答案嘛，伊就离开啊。但是我啥物话拢还袂甲因回答。若是咱面对即个状况，咱一定感觉就很傻眼吧。但是亲像我我思考家己，若是我的祈祷嘛，只不过是不断把我家己需要的、我思考的、我爱的带到上帝面前，然后我就离开啊。我就亲像即个人共款，我只不过是我离开祈祷了后，我就只不过共款是用家己的过去的方式伫生活，解决我生命的问题。所以，咱继续转来今仔日的经文，我们唯有祷告是寻求天父他的旨意，我们祷告，他才不是宗教行为，他才有机会成为成为信仰行为，我们才能经历到今天经文所说的，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咱的祈祷若是无用信仰来实践咱的祈祷，其实咱就亲像耶稣伊他的故乡遐个人，毋是真正相信，毋是真正明白上帝国的旨意。咱只有真正相信上帝会透过祈祷来回应，来教导咱，诚做，互咱诚做一个合意心意，互上帝国、互天国会通临到即个土地的人，咱的祈祷才有真正的意义。现在是教会大灾祭期，即个祭期是要互咱备万心，互咱阁会通继续去思考耶稣基督是为着咱众人会做死伫十字架顶，嘛为着咱国外。期待咱伫即个过程中，伫大灾祭期，咱会通有更较侪的祈祷，更较侪向上帝来恳求。毋若是咱继续将咱的大道交托予上帝，更较期待是上帝会通咱启示，咱讲话，互咱知影咱要怎样去做，才会通亲像种压伫好地，会通结实百倍。希望今仔的经文，咱拢会通诚做，迄个有耳孔听就应当听的人。咱三到下头来祈祷。主必听阮的上帝，你伫阮还未毋捌你的旨意，还是罪人的以前，你着先诚做人来救阮脱离罪的压制。求你帮助阮，互阮伫即个大灾祭期，会通有搁较侪的时间，好好思考，好好你来祈祷，期待你的旨意会通实现伫阮众人的身躯顶。求你，互阮会通诚做即个世代的教会，是会通互人看到上帝国是遐尔啊丰富，是地上一切国度拢袂当比的迄个国度。互搁较侪人因为安尼，期待明白上帝你的旨意，嘛照你的旨意去行，诚做你的国度的厝内的人，会通领受上帝你对创世以来你的遐的一切的恩典，甲你的慈爱。阮安尼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即是来用信息196首。无行歹人道路，袂将车开入。
众请坐，即时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来迎第40。阿头祈祷，阮伫天父的爸，阮感谢你，感谢主的祝福带领，咱一切拢会当顺利平安。也感谢主的安排带领，咱今仔日要搁来到你的面头前来分享，来学习你的性命。咱献上淡薄金钱，求主的感恩，也求主安排带领，让咱一切的事工拢会当听主的旨意来行。阮来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会众请坐。即是来读经句。因为做伙来读，因为己若有话要互伊，着伊有存；无话念伊所有话也袂抢伊。马太福音13章12节，搁一摆。因为己若有话要互伊，就伊有存；无话连伊所有话也袂抢伊。马太福音13章12节，这是来报告。邀请全兄弟来做伙参与会前的祈祷。咧主日时，请专心敬拜上帝。手机关机也是静音。感谢新学生王英志同学分享伫地那伫天的勉励，愿上帝祝福伊的家庭、课业甲学识。礼拜后咧4楼有双年团契的聚会，也有第2堂华语礼拜，请学识同工留来学识。12点10分在4楼有定期小会，请小会员注意参加。嘛感谢这位兄弟参加林碧堂牧师甲王美淑牧师就任礼拜，请继续为因代祷。3月22拜三10点，咧教会3楼有新暗讲查经班，请欢迎参加。本会伫3月26就下主日，全教会联合全追思礼拜，请兄弟有要追思纪念的人的资料交互随常长老。要做见证的嘛，也会当林牧师做报名。迄天只有1堂礼拜。会中嘛要颁发礼券，互有写圣经填充题的兄弟。
未交的，会使交做一份，互林牧师。会后有召开奖学金委员会，请小会员主持学校长、青少年辅导参加。奖学金嘛开始申请了，申请的资格咧记载伫州部顶悬。3月26进前爱着煞。2023年家庭礼拜插花奉献、清洁奉献，搭伫后壁的公布栏，欢迎详阅。今年即届有安排一届的家庭礼拜，互家庭做一做祭坛，带来祝福。有要生日的，还是结婚，有的是通纪念的日子，嘛会使为着插花甲清洁来做奉献，互荣耀归伫上帝。3月26下晡2点半至4点半咧，台北市的东门长老教会有主办郑明堂老师举办的祁阳颂赞期新歌练唱会，免费的，要参加的会使信歌团的来报名。中会妇女事工部咧4月26至27咧承德圣经学院主办爱小会，每一个人3500块，会使月娥会长来报名，教会有补助。中会双年部，伫5月10号至12号有春季灵修，要伫嘉义甲高雄做3日的旅游，有要参加的兄弟，会使伫4月30号进前，王月竹长老、百祥执事还是阿满姐，定金1000，会使看后壁的公布栏。圣经填充题马太福音13章至16章，欢迎使用3月24至30新眼光经文金句导读。本周的想星有刘桂欣、萧秀腾、徐香梅。这位唱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以下是代祷的时间，咱请牧师来代祷。咱只是起立，为着咱所报告、咱所关心的代志，咱直接三甲开声开出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三甲主持主，阮知你听阮，也敬选阮。阮诚侪你的儿女敬拜服侍伫你面前，也对你的话三甲合适。主，阮感谢你，今仔互阮当伫今仔日，由阮到伫你的面前三甲敬拜。但只是阮用祈祷的手透到你的面前，看你听阮的祈祷。无论阮本身代祷，也是阮所关心的对象，特别阮只是由阮为着生批蛇的常会节、施虐者以及圣三兄，主阮知伫这批蛇而且感染中，对人的身躯的伤害甲痛痛，主你拢知。可你医治帮咱的手，拢甲因三甲伫地领上帝你大大的恩典，互因得到你的医治甲看顾。通过医生，通过照顾，通过休困，得到我大的帮助。做可你的手也甲苍蝇三甲伫地，伊有糖尿甲血压的问题，还佫有目睭白内障，已经成熟爱开刀。
主肯定也特别成立成就夫妻帮赞，互伊伫所面对遮个困境、遮个需要，得到你的帮赞。伊伫看过的手，也伫伊的心上。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将阮的教会完全奉献交托伫你的手。当阮咧敲找即个敬拜下礼拜长的时，看你会当为着阮来陪伴，阮伫所需要一切，领着上帝你大大恩典，透过阮伫遮对你的求讨，得到更大的帮赞。希望教会会开拓，希望教会会事工，主肯定特别甲詹姆斯啊正向姊妹参加伫地。咱即时也为着阮遮出外当兵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出来外，拢得到你的看顾，特别伫因无论出国伫外国的生活，行做甲一切，拢有上帝你上天上的好运临到伫因，会当互因伫所在，会当继续甲你有亲密的交陪，领受上帝你伫因身上的作为，诚侪活活的见证，伫遐来荣光主你的名。辛苦白领兄弟姊妹，看你也继续看顾伫因，坚固伫因的心智，看顾伫因身躯肉体的需要，伊的手也拢甲因相甲伫地。主，阮恳求你，也甲阮所求讨的，也是阮大道的，阮本身的需要相甲伫地。恳你特别帮咱经过。这段渐渐咧开放，伫这疫情渐渐咧退去的时，有助你的手悠然照耀，看顾伫这个大地的顶面，领受你大大的恩典。阮的主，阮的上帝，阮即时也恳求你，成立圣手夫妻帮赞，伫阮的教会，特别伫阮遮个世代的经体的中间，会当看见上帝你的怜悯。疼痛、恩典，充满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愿上帝你的手，愿上帝你的神充满伫阮每一位。阮伫遮对你的求讨，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人，生生死389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了后，请牧师做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再享受圣神的帮助甲恩泉，甲恁三个伫地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默祷议会。